又係讀書好 TV 嘅時間。嗱，今集咧我要介紹一本書咧，就我相信咧香港人咧如果你對於最近中港矛盾咧係希望所知多啲，希望了解多啲嘅話咧，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一本嘅一個背景嘅著作嚟嘅。嗱，書名就叫做《匱乏：中國到底還缺什麼》。咁我哋成日都有句口頭禪嘅，中國乜嘢都唔缺，就缺道德。咁亦都有人話中國就窮到咧，淨係剩低錢嘅啫咁樣。咁呢啲就係我哋經常去，譬如見到內地嘅自由行啊，或者內地嚟嘅遊客啲唔文明啊、唔禮貌啊，或者唔衞生嘅行為嗰陣時，我都會咁講。咁但係中國缺嘅咧，遠遠唔止道德。中國有嘅當然係有錢啦，但係呢啲錢咧亦都唔係長久。嗱，呢本書咧，正正就係從一個匱乏嘅角度，去從唔同嘅領域去分析中國未來嗰10年、20年，究竟仲可唔可以出現一種持續嘅經濟增長同埋繁榮？所謂習近平嘅中國夢，喺一個各方面都面臨一個樽頸同埋匱乏嘅情況底下，其實有幾大可能實現呢？咁嗱，一聽落去大家就話喂，會唔會係呢個西方嘅一啲叫做唱衰中國嘅著作啊，或者咩中國即將崩潰啊等等呢啲咁嘅所謂中國威脅論底下嘅一種嘅條件反射嘅作品呢？咁我細心睇過裏邊嘅內容呢，大部分呢都係有根有據嘅，亦都係呢講咗好多一啲嘅我哋喺香港喺傳媒喺電視嘅中國新聞啊等等呢，都經常接觸到嘅。嗱，裏邊佢首先一開始所講嘅呢，中國缺乜嘢呢？佢就講由經濟發展開始嘅。首先就係資源匱乏，資源匱乏底下裏邊過去嘅高速經濟增長，到今日去全球去爭奪呢個資源，究竟可唔可以仲維持呢種咁嘅增長速度呢？第二就係人口嘅問題，人口增長究竟中國嘅糧食、中國嘅土地所產出嘅糧食，可唔可以養活咁多人呢？嗱，第三樣呢，我覺得香港人比較少忽視嘅就係勞動嘅匱乏。好多人以為中國仍然有大量嘅民工供應俾呢個世界工廠，然後咧去生產全世界嘅商品，輸出去賺取外匯。但係中國已經開始進入人口增長嘅下降期。大家諗到嘅其實中國嘅高速經濟增長係同農村釋放出嚟嘅勞動力有關，而呢班農村釋放出嚟嘅勞動力咧，係50年代、60年代出世嘅。喺79年之後，中國推行一孩政策之後咧，嗰個農村人口亦都出現咗大量嘅下降。即係話，如果1979年之後出世嘅民工，佢哋嘅數量咧係會突然間處於一個懸崖式咁樣下跌。咁你諗下，如果你係靠廉價勞動力去推動經濟增長，成為世界工廠嘅，嗰個增長動力何在呢？嗱，除咗經濟增長嘅匱乏之外咧，作者亦都講到嗰個社會嘅匱乏。社會匱乏係咩呢？就係中國嘅福利同埋教育制度嘅不公。表面上中國仍然係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係實際上喺福利制度裏邊咧，中國嗰個市場化改革係好徹底嘅，從而令到咧嗰個城市人口同農村人口所享受到嘅福利同埋教育機會咧，係遠遠出現一個好大嘅不公平嘅現象。而呢種不公平嘅現象咧，係會導致咧將來咧中國呢個超級維穩公司咧，可能出現一個不穩定嘅狀態。咁除咗呢個社會嘅匱乏之外咧，第7章、第8章其實講緊嘅香港人都好熟悉嘅，就係意識形態、思想自由嘅匱乏。即係話到今時今日，臨急臨忙攞翻呢個孔子出嚟，喺全世界成立孔子學院，咁樣去用儒家思想、用功利式去推動儒家思想，係咪真係可以建立中國人嘅價值觀呢？如果大家有睇過好多香港人去討論自由行嘅佢哋嘅不文明嘅行為嗰陣時，我諗自然都會諗到，其實喺今時今日，當經濟繁榮底下，喺價值真空、自由受到控制嘅情況底下，新成長嘅一代中國人有咗錢之後，其實未必代表佢哋係世界公民嘅一員。咁呢本書我覺得，無論係論證嘅過程同埋裏邊所提到嘅問題咧，都唔係一種意識形態嘅討論，反而係有啲好紮實嘅數據啊、內容啊等等。對於了解今日中國面臨各式各樣嘅匱乏嘅
嘅瓶頸咧，我相信咧有一個全景式嘅一個，起碼一個綜合嘅了解，對大家嚟講咧係有需要嘅。今集嘅時間差唔多，記住攞本好書睇。